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新妇给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以上，现在我们要请本堂的主任牧师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琴和香炉是交响的祷告。琴、香炉是交响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世界的阿爸父神，在2010最后这新的百姓感觉，在主中间，在跟在身上心上，不管是树立，是公益的事情，献上感恩，愿主透过万事互相效力，还是要爱神得到益处。也是很感恩，在今天你们一起来敬拜，求主你赏赐谦卑敬虔顺服的心，不要有所变化，也安稳的心，赏赐智慧，开我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让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大平安。已经进到2010最后的主日，那这个主日呢，是到琴香这个系列里面最后一个是交响祷告。这个祷告呢，也是结束，然后他们在祈求跟神的关系中间的祷告非常重要。如果能够用神所喜悦的祷告呢，这是我们每一个成为基督徒应该操练。当我们进到这个琴香的时候，当时在讲说，我们知道在地面上的，在天上它的敬拜道。我们盼望我们非常熟悉我们在地上的敬拜，但是我们熟悉都是长老会的敬拜，还有其他不同的教派他们的敬拜不一定很熟悉。但在天上到底是什么？现在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学习。所以我们从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些这些敬拜是我们用14世纪跟1世纪内一些过的琴香的侍奉、琴的祷告、琴香的祷告，你们进到最后一个交响的祷告。在琴香的祷告侍奉中间，我们从启示录第4章开始去看。在启示录约翰他写给这个7个教会的信之后，就可以有天上的先知请他上到上面，他就看到在天上的敬拜，他看他坐在宝座上，然后宝座上坐着一个宝座，然后旁边有4活物的24个长老围绕，最后有众天使所被造物的报给他。我们也做过了解释，这4活物代表的是什么？第一个看起来是像狮子一样，它代表的是所有地面上的一切野兽；第二个是看起来是像牛犊，也就是代表是一些牲畜，就是我们人在属于这个动物，但是人在养它的一些。第三个呢，看起来面像就是代表对，意思就是灰的地，代表是像是灰气。所以4活物其实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被造。然后24个长老呢，就告诉我们，它代表是前面12个呢是代表上帝的血，12个支派，通过以色列的支派，告诉他从小神就选择这些人，所以他们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显现出来是愿意真神的这种敬拜。然后另外的12个长老代表着愿意到神的面前认主耶稣为救主的这些。不是起先看起来好像不是上帝的选，其实上帝的选都是上帝的选，但在圣经里面的这种标榜来讲，是属于那些所谓以色列人以外的外邦，他们愿意认主为救主，愿意来归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这些，属于那22个支派、12个长老的意思。所以24个长老其实告诉我，愿意成为上帝的主。当这些人全部都聚集到宝座前的时候，他们的敬拜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拿着琴跟香来敬拜神。而当
被杀的羔羊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在地面上将他们的冠冕摆在地面上，这样献给被杀的羔羊，因为他是配的。这被杀的羔羊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世人呢的罪，他从宝座上到地面来，到人肉身之后，为了不是所享受的法，而是为了要赎世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在天上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景象。我自从讲那个之后，每次我在开始在敬拜祷告之前，在想那一句话，我想这个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当你开始接着说，你是在祷告，你的对象是坐在宝座上，还有那被杀的羔羊。你看见那些四活物，看见所有的被造物，那24个长老他们如何敬拜，加上所有的众天使，所有的被造物呢，通通是一样，然后唱哈利路亚的圣诗。我相信你的敬拜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那情与相处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情里面我们已经有提过，情它带来很多的意义在，像扫罗他在有这种恶魔的灵在侵扰着他的时候，大卫就抬起情来，但以恶魔的灵就离开了他。所以其实实际上是有一种被安慰的意思，安慰人的这种作用在，同时它也是带来赞美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甚至我们用大卫他在痛苦的时候，他被扫罗在追杀的时候，他还写了一部赞美的诗篇在。为了他在痛苦的时候，他在痛苦的时候，他仍然的赞美，因为他心中有非常坚定的信望。他所依靠的神乃是可信靠的神，所以他能够这样子的来呼求神，他能够求靠神。所以情的祷告里面是透过敬拜，透过这种赞美来宣告我们心里面的信靠者是值得我们求靠，值得我们来依靠。这是情的祷告的重点。然后进到这新香炉的祷告呢，乃是这个香炉就带着众圣徒里面他们所祷告，就像从这个天使带到天上去，再加上自己的祷告，天使就带着这样在宝座前做祷告，所以乃是一个恳求代求的这种祷告。所以其实告诉我们，这个祷告中间金香炉、情意金香炉来代表是一种赞美，加上一种代求的这种祷告。这个祷告是应该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它乃是一个这样结合在一起。圣经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就是说，当大众为这个所谓的这种交响，并不是情跟金香，其实还有更深的意义在，包括天上跟地上，包括人间跟天使，这种都是互相两个不同地方的交响在一起的这种。所以我们看，我们需要有这种群众在一起的这种祷告。我们从新约里面看到，在马可楼上，圣灵要降临的前一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聚集在120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个人在密室的祷告固然是重要，但是会众同心合意的祷告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新约里面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看到。而这些群众里面在一起的这种祷告呢，其实就像一个管弦乐的一个交响乐，每一个乐器都有不同的这种音色在啊，当然也不同，放在声音也不一样，它各有各的特长，但是可以交响一首非常好听美妙的乐章。我想在上礼拜非常好听。上礼拜我们做过圣歌队，他们在护理馆。他们的这些唱诗的，然后加上前面有那些管乐乐在，每一个管乐都不太一样，它好几不同的声音出来，你不会发现到有一个声音特别出来的声音，因为他们是一种奏在一种奏乐在一起，通过各种声音来合成一个美好的声音出来，再加上我们用人来唱出歌曲出来说，你就可以听到在这种用诗歌的方式来颂赞，诗歌的方式来祷告的样子。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交响，各种各类的东西把它合并在一起。情与香炉呢，这是一个代表，告诉我们你有用敬拜的方式，你有用代求的方式。其实他在告诉我们，我们祷告是用各种东西把它交响在一起。它乃是一个诗歌赞美，一个混合代求，也是天上跟人间的，或者是众天使跟众圣徒的这种交响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今天所读的这个经典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来操练。我们先来想说，这交响中间到底有怎样子的交响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其实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四佛跟24位长老的这种羔羊的这种大合唱，然后中间是用香炉跟琴之间来当做伴奏跟交响在一起。我想这个交响有意思的是，很多东西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结果出来，就是我们所谓在这讲的交响它的意义在。同时在第5章第10节到第14节里面呢，它又记载了千千万万的天使跟这些所有的被造物、万物的声音，开始用交响大合唱。在第5章第11节到第14节里面看，就是另外的一种交响在一起。之后呢，又看到穿着白衣的基督，有印记在的跟天使之间的这种交响的大合唱，而是用琴声来伴奏。这是记载在第7章的第9节到第12节，第14章的1节到第3节的地方。不只是这样，到后来其实到第15章的时候呢，他又记载着说，得胜者他手拿着琴，站在玻璃海唱的摩西之歌，来羔羊之歌，也是一样，是一种互相之间的用不同的歌在那边的交响。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地面上，其实那时候有些开始受到惩罚的事情，也看到，因为在启示录中间，我们看到有7个印，有7个号角，有7个碗，这些象征性的灾难也出现到了。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整个的敬拜中间都是非常单纯的一些美好的事情的敬拜。其实我们也有像金香有福，我们人间有很多需要，我们要带酒过欢道，我们有很多要悔改的这些部分，不是只有单纯的这个敬拜的方式而已。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在启示录中间，它有地面上遭受到7印、7号角、7碗的7个碗里面所代表的不同意义的这种灾难出现。但最后呢，当被杀的羔羊出现的时候，它终极的一个交响乐乃是一个婚礼的祭典性。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启示录第19章的1节第8节到第8节所记的。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这个交响最后的婚礼进行曲里面，它的交响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句话常常出现，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在第19章里面，其实是羔羊婚礼进行曲里面，它是用哈利路亚来当做4段的哈利路亚来进行的。这4段的哈利路亚呢，我们来看第1段的时候呢，它记载在第19章1节到第2节，这是一段全体开始殉道者、得胜者在天上所唱的这些，在第19章1节到第2节这样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当一个婚礼的进行期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所有人的一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本身的意思就是讲赞美耶和华神的意思。从那个开始，为什么能够开始呢？因为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他，而他做了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接着这边所讲的淫妇的事情，好像是不是他们真的在犯了第7戒一样？这边的淫妇的意义是在告诉你，当你跟神已经建立了关系，就好像是一种婚姻的关系存在，但是你又背叛了神，背逆了神，你又去拜巴力神，是不是就像在我们的婚姻一样？当你跟某一个人结为夫妇之后，然后你又去找小三小四一样，在信仰上、属灵上的淫妇的这种第7戒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人间地面上的这种奸淫一样。你的属灵上面呢，你跟神已经缔结了关系了，你已经是属于神的子百姓，但是你又背逆了神，你又去找另外一个雕刻的神，或是巴力神，或是你觉得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有太多其他的神，你又去拜其他神，你是背逆的原来的神，好像你们已经跟神
跟上帝之间原来有婚姻的关系，但是你又去找承认别人这种偶像为神，这就是圣经中所告诉我们已经犯了淫乱的罪，在灵性上淫乱的罪。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要敬拜这个神的时候，在最后一些阶段，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最好的，你觉得是可以成为我们典范的这个祷告里面，第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是用哈利路亚开始，是全体会众里面。为何呢？因为我们所要祷告对象的神呢，他乃是个救恩、荣耀、全能的神在。而他的这个神呢，会给我们为我们来伸冤，而且他会用他的公义来判断这个世界上所这些败坏的事情。这是第一段的哈利路亚。因为第二段的哈利路亚呢，是会众里面的回忆呢，记载在第19章的第3节。这边讲说，哈利路亚，烧银幕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就是将一切东西都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一开始讲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在敬拜的神的时候，开始有回应说：是的，哈利路亚，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值得的，一直到永永远远。在接下去的第3段的哈利路亚呢，乃是那4活物跟24位长老他们所回应回来的，也可以当成是一种回应的副歌。他们讲说：阿门，哈利路亚，在第19章的第4节。这时候呢，有天上有一个声音出来，在第19章的第5节，他们讲说，19章第5节章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好像是在这个哈利路亚的这种回应的诗里面的一个简奏，在提醒我们，有点像诗篇里面的希拉，他在提醒你暂缓一下。为了这不是只有这些人，好像他们觉得是受到神的祝福的人要讲，没有，他告诉我们讲，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这是一种提醒。在整个的婚姻的进行中间，我们看到有人开始因为神是只有列祖的赞美，所以他用哈利路亚开始来赞美。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回应出来，是值得，没有错，他是直到永永远远。然后这些其他所有归属在他面前的人，包括被造物的所有的被造物，是的，哈利路亚。阿门的意思就是是的，诚如所愿，就是你所讲的，我非常的同意。哈利路亚。这时候从天上有一声音，并不是只有觉得好像谁在造，而是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看到，这是中间的一个，好像在唱歌中间的一个间奏，在它是一个告白在告诉我们，他们在唱这些歌的不是只有在唱，其实是他们替我们在唱。最后的时候呢，他最后的终结呢是天使，他们用这边第19章的第6节到第8节里面，他讲的好像是一个众水之声，他大连的声音的打击声为伴奏，是会众大声的在那边欢唱。第6节到第8节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起驾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灵所行。当我们前面有一个祈祷，向敬拜，当我们的交响在一起，有赞美，然后有这种祈求的时候，你看到刚才所讲这几个哈利路亚呢，是前跟后，中间会穿插的一个新相互的祷告。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合并在一起。当我们所看到是讲是哈利路亚的四个间奏。你开始的时候呢，在敬拜耶和华神，因为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他是有权柄的，因为他是救恩、荣耀、全能都是属于他的。那你说没有错，这是到永永远远的。然后就阿门，哈利路亚，确实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这样。接着就有声音来提醒我们，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应该赞美。
最后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已经做完，要欢喜。为何我们能够这样敬拜呢？就后面结论告诉我们，因为主做完。所以我们看到的乃是一个哈利路亚，用这种以哈利路亚为主的这种羔羊的婚姻纪念曲呢，其实这种交友其实就是一种祷告的一种典范。所以我们把它归纳在一起。所以我们每次祷告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盼望参与者他都能够讲同心合意的来祷告，而祷告的时候呢，都能够连内容都能够连天使，就是像四活物跟24个长老一样，他们都会这样讲阿们，哈利路亚。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一样的要来赞美，而产生的世人跟天使的交响就是很多这种互动的这种方式。所以让我们的祷告呢，就应该以敬拜颂赞呢为主，然后用恳切代求为主，就是情以相邻的一种交响的祷告。所以我们看结论来讲的时候呢，在祷告的开始的时候，先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就是回到第19章的节节。我们大家一起要宣告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我们的神。等一下，我们最后要来做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这样。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宣告：为何我们要向这位神祷告呢？因为救恩、荣耀、全能就是都属于这位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向他祷告。要是他没有救恩给我们，要是他没有他不是荣耀的神，要是他没有一个全能的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向他祷告。这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宣告在一起。接着呢，我们会有我们代求的祷告，就是我们金香的代求祷告。这在启示里面就没有讲到这个，这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些众天使里面带着金香上面的烟，就是这些众圣徒里面的代求呢，就带到神面前就是这样。当这个都结束之后的时候呢，我们再用7的祷告，再回到就是在刚才讲的最后结束那一部分。在19章第6节到第7节，各位来讲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已经做完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意思就是说，前面有一段，为何我们要向他祷告？因为救恩、荣耀、全能是属于这个神，所以我们要向他祷告，就是用情来开始。接着我们用金香炉的祷告，就是一般的祷告，我们有很多的祈求，求主怎样，我们为别人代求，我们有很多这种为了国家代求都有，这都是属于金香炉的祷告，是神所喜悦。我们表示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神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当这些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又要一起来同心来宣告，就是为何我们这些祷告我们接着有用？因为我们的神怎样，已经是成为作王。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已经做完，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将一切荣耀要归给他。而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不是只有我们借着心里面这个要感恩应该的，还敬畏他的，无论大小，我们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只要是被造物，就应该来敬畏这位造我们的神。所以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而且无论大小，我们都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其实这种操练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来要参与在这中间。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在学习，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刚好讲到情以相互的祷告，最后一种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中间呢，我们要常常情和敬相互的祷告。我们没有可能不是我们大家汇众在一起的祷告，只有你自己在灵修的时候，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当然就没有人跟你一起来回应一样。但是你自己可以宣告，为何你要向这位神来祷告？因为救恩全能做出都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要向他祷告。祷告完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在确认说，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做完，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他。这是我们情以金香炉祷告里面一个实际的一个操练。等一下牧师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要邀请等一下我们
牧师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就是要邀请大家，你们一起来宣告。开始就是讲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接着牧师就开始做金香炉的带头的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的父、全能者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我们先来一起来宣告第一节来。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好，结束的时候，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我们在教会中间，就是先这样子来让大家能够明白，情理相应的祷告就是这样。我们刚刚回去的时候，每个人在灵修的时候，也能够常常做这样的操练。我相信我们祷告会进到另外一个不同层次的祷告。这时候牧师要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先来一起来用第一句话来宣告：来，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在2012年的时候，因为能够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在今年当中，虽然我们有人很顺利，有些人是不顺利的，但是主你的恩典仍然跟我们同在，因为你告诉我们，凡事互相效力，是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呢，主你也告诉我们要凡事献上感恩，因为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帮助。同时也是提醒我们，透过我们的不如意，其实是要造就我们，让我们更能够坚强。在今年的中间，我相信个人都有很多的需要神你来帮助他。在教会中间，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神你来帮助，也需要我们来献上感恩的。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光福音中心，在今年已经开始运作，在明年他们开始要独立的来运作，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但在家光福音中心，我们也有碰到我们敬拜的地方，因为违建等等这些事情，也造成某种困扰存在。但只因为这样，也加强了、加速我们来寻找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为此我们也献上感恩。我相信在今年中间，我们还有很多人的身心灵不够健全的，有在需要医疗的部分，也有信心软弱的部分。但是我们都祈求神眷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加添力量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你也给我们力量，也能够让我们不带领我们去遇见试探。我们将今年所经过这些事情，不管是政府我们所碰到的一些困难的地方，整个大环境所碰到的这些灾难，或者是甚至有金融的风暴等等这些，我们都仰望在神你手中，因为主你掌权在我们中间，你要做王，你要来成为我们的王，来掌权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谦卑顺服的心，来让神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能这样，是因为神你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说：哈利路亚！